这个是要做什么的？测方向的吗？避雷针啊，那个是避雷针啊。它会旋转啊。有可能啊，没有确定啊。哦，办那个敬老金啊，在那新区公所，然后一楼就有民政科。民政局人民科，一楼各里看是哪一楼的，给他那个邮局的存折营运本，正面营运本，黑白营运才1块钱，还要给他那个通知单啊，通知单也不必印章，也不必身份证，他很快告诉他手机号码，很快就办完了。